发现到比老人厉害，给挑不一样着嘛，你知道吗？大概客家东方 cheese。 哇，我很想跟他讲说，你可以取比较在地、接地气，叫豆腐阿姨。哦，挑不宜吗？我唔敢食落去啊，我敢食阿姨哦。你排出手球啊，哦，我们要抛绣球了哈。好，不要让丢出去，哦，这样就会动错嘛。人家手在爆浆呀。哎，也可以啊。你要抱我也可以。啊，哦，不行啦，那么帅爆掉不行。那个太油了。一撇回头，那个睫毛，他讲我一定要戴大眼镜，这样我的萌度长得看起来才排。那你怎么没有戴呢？因为我眼睛本来就很大啊。水分懂啦，不懂呀。这拍后生，还有好多一双出来的。对，他一拍出来就走。哎，第一就上来就 Q A， 一直是到都不是。你现在就 Q A 就上人耶，大串串都足不计数。那你们小孩一定很漂亮很帅哦。哎，我来呀，上次你帅呀，中奖。然后又是混血儿，又是混血儿，我找到了，开餐酒馆。我可以耶，妈妈你不要做了，我可以做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大家民族。太中白票。而家講啊，都新竹也到邊呢，當有名嘅按到九公服，唔過今日取來一稱按到一家之主服。哎，錯。而彩戲啊，到邊嘅青蛙做了年人，聽下來都係到邊名哦，跟住特別講，風就吹來嘅書節咯，所以就咬音外來的哦。沒錯。好啦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先生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阿森之師傅。朋友大家好，阿徐師傅你好，早個來分享到係李志亮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就繞牆到海龍王咧。三下落嚟分享到也吹，你風吹參水站，係之前要來參加過嘅老朋友咯。兩次每日嚟分享到嘅牛年記、牛交記分享。有轉來咧嗬。我真會解咯，真會解嗬。係啊。其實對紀良山印象當深刻啦，等下上來慢慢打嘴鼓。諗出嚟一片係好朋友哦，呢個來自竹東嘅表姊妹吳藝玲、張秀瓊。哇，都係這樣寫妹哦。我唔知，先問一下馮翠亮嘅姐姐哦，上班係2年前來嘅係嘛係啊。2年前之前來啊。係啊。兩位姐姐你就係代表峨眉來嘛嗬？係。要推薦到幾道邊嘛個好講好料嘅嘛？有哦。石頭山那水洋通，那你有去過嗎？我在那邊土生土長的。就都幾道邊菜啊？有cái mà cái糯米橋，糯米橋，哎，還有一個拱橋，帶生人的飼料清河。哦，嘅普通東河行。哦，所以家下就講到係峨眉5個呢一片嘅時候嘅係竹東，嗬，竹東呢一片哦，談講呢隻發電廠嗬，推薦本睇下啲。哦，佢係燕橋改行最小的發電廠，最小，哎，大概這麼小嗎？沒有啦，繞一圈也要30分鐘啊。對，哎，日本時代道理行，我大概行嗬，不曾斷電過。道理啊，喊要發電哦，要發電，哦，要喊熱料，佢係個上平溪來嘅水嗬，啊個冷水壩就到個瑞豐街行。按過來就到燕橋行。哦，所以它是用水力發電哦。水力發電係，哦，都寬頻呢。啊，今年係比賽哦，咩蛋場少嘅景點聽聽哦。沒錯。好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接近主要食材，3點衛生指定愛做嘅料理。在這之前，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3點到手腳來唔參謀。含入兩垂毛超多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臨時是開始了。又到料理風流蛋，有很多觀眾朋友問我講，那老伯前兩位主持人咁提供地度係乜嘅？我跟你說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現在都比較彩色啦。好，今日要做出係豆腐魚手雞。哦，雞肉。哦，好，來用代表有點記好誒哈，準備好誒，來，好，你排出
手 Q 啊，哦，我们要抛绣球了哈。好，我先不要把我丢出去，哦，这样就会当冲好哦。，好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牛脸啊，这一样嘞，有点紧张，那个係肌肉也嘅有感覺係冇？你切地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梗要不一線條嘞，哎，你真有感覺係，有感覺哦，都沒有肌肉了。都没有肌肉，可能有雞屁股，我选这一个。哇，這是那鮮保肉。證會輸哦，好了，那個很難我煮。選哪一張？哦我選哪一張像這也係風色的。这个好了。好，出到三毛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大家，好，這個係該選我的。對，我講對。我哎，他太渣啊！屁股没关系。我發現秀球姐的笑聲更小聲了。大家有一種就是不知所措的反應呢。唔怕唔怕，我們不用緊張。没事没事。他已經出汗了。來，志龍哥，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！表演表演過，這個不好你把你哦，不會的，後住都在嘅啦，差不夠住。都在吹啦。好啦，這次我還是說秀球姐，還有依琳姐，加油啦！沒事，那個算是我們 T 百都節目當中看到嘅色彩，沒事沒事，這個很好吃。可以吼。我最愛吃屁股。哦，哦，好，馬上嚟進行第一關嘅挑戰。第一關呢，一組風吹又出到主色彩，藍水呢出到一個有挑戰的色彩。先來問看啊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來看一下藍水呢一片嘅相機會下題嗎？藍水有信心嗎？你轉一下，哎呦！有隊形哦。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你開始了哦！哇漂夫姨嘅料理啦，我上一次啊去吃傳堂嘅時節，我發現到佢老啲客家漂夫姨我釀咗嘛，你知道嗎？大概客家東方 cheese。哇！我很想跟他講說，你可以取比較在地、接地氣，叫豆腐阿姨。哦，漂夫姨咩？我唔敢食落去啊，我唔敢食阿姨哦。哇，這款改變較簡單呢。哎，太極唔會嫌鹹呢，這樣夠切了。你放心好不好？別忘記了，哎，你用臉記。然後講沒有你最有名嘅用鹽，就會給賣嘅，對不對？對，啊，板姐，對，啊，太極佢們有在用鹽啦嘛？芒做好，芒做好按啊！做開始芒做好。你看見，結束咗嘅，我加米酒嘛？要，他那是味淋，他沒米酒。來，一點比較哇，牛臉啊，這應該係手度係介用嘅時節咯，信唔信係用辦？心心動火，然後你有冇提供給同事嘅地圖係幾牛？沒有，係啊，太有前輩呀，又要證明 Q 啦。要吃料理啊吼，平常時挑夫姨都不卡除了幫忙，不然用做菜嘛。唔會，我冇喲，我嘅嘅香菇全部拿來做豆腐乳誒，炸雞。腐乳雞，腐乳雞都好食，對，難怪你剛剛抓那個挑夫姨的比例有沒有？很不確定。用 Cornesd 咧他。直接這樣抓這樣子。有透視眼。哦，不過阿姐，而家啲背都市就不用挑腐雞哦，會過鹹哦。不會，有點記，哎，你個香菇需要加一些落去嘛？也可以啊，做得。兩姊妹平常時有強下煮菜嗎？伊難得咯，對，攞國沙武漢國沙啦，有冇？我感覺啦，都做阿婆哎哈。哦，做了，我做阿太了。哇，進度這麼快，來，這個可以馬上來做。人家做的爆香係啊？哎，也可以啊。你要爆我也可以。啊，不行，不行啦，那麼帥爆就不行。不行，那個太油了，太油了會爆鍋。好，我們等下鍋都做來哦哈。好。哇，用個沙都用個沙。等下這樣有肉嗎？哎，你平常時有洗過嗎？某些師傅雞屁股也沒有，沒有，炭烤的、炸的，很少。屁股其實動好選。哦，這個味道我們應該怎麼壓比較好？俺是老該用梅頭來去剪下來啦，嘿，盡量唔好留該用梅頭啊。姐姐，你看我的師傅啦，你們是先經過挑夫姨，這家班呢？俺先
先煎，等伊香，我养来煎条。哦，所以你等一下吼，主要还有个挑腐衣的梅头，我看你们先预先挑好的哦。cái地不都黑嘛干？條腐乳，嘿，要挑嘛干？要加啲糖，因為條腐乳當鹹嘛。係啊，要加米酒麼？要加米酒。那突然想到咧，係，因為你睇鵝肉係熟嘅，係所以肯會個滷一下麼？哦，我等下煎好這個滷好兩層落嚟煮。好好。那有嘛該檢查呢？迄講先煎過的吧？鴨皮按用去煎，好好食啦。哦。跟牛肉。哦，還有牛油油就是對，給它了，逼油啊。很棒，很香哎。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給我兜轉來，聲音要摸出來。哎呦，又醬哦，不用太大火。好，不然你會。這樣會很小火哦。它是非常小哦，姐姐。中細就得，我唔算太火。阿姐，啊，你其實用嚟門家門梯哈，你嘅髮型用嚟安排頭咯。安排條，我冇去做啊，我冇去開美髮院。真的哦。我冇去開鐵模店。會不會太小火？說真的。對，我冇見熟。唔係我講，唔係冇熟，我講煎就冇辣。哦，因為就加頭腐衣條，可能我當中就有個起火啦。對。但是我煎時啲皮係咪先落去啊？從下落去啊？蓋皮啊，煎到啊，煎到叉叉啦。肉膠阿姐，喂，你水會再出係嘛嘅？好食嚟，好食咧。好細個全部會做啦。冇啦。我講講肉膠阿姐哦，貼片回到那個節目，他講我一定要戴大眼鏡，這樣我的目珠才會看起來開開。哦，這也真的，這是他的用心呢。粗框眼鏡啊，那你怎麼沒有戴呢？我眼睛本來就很大啊。冇啦，只要我妹妹做外行，我就我先。真的哈，我妹妹炒完米粉100八。真贏哦！醋10天素奶，冇嗌都唔出咯。我要強調哦，係用染掛，唔係八類咯。我妹妹炒完米粉100八。真贏哦！阿朱位扮演哦，團圓圓100，真好食咯。啊，妹妹開體會啦。哎，牛哥阿姐，你是不是有去那個如果兒童劇團啊？兒童劇團啊，他蠻像裡面有啦，我有一陣子去教那個幼稚園小朋友講。我就哦，客家話，你可以姓川四哦。高級從客家講。你阿姐有 QQ 的啦。你有要用到醋10天素奶嗎？好啊，來，好來，搶來講。你講。全部了，通關密語，通關密語。要點一個兩個。點一個。來，牛叫阿姐，哎，你掐點拍啊？來，通關密語，預備備起。醋10天素奶，冇嗌都唔出咯。來，我搶瑪莎。搶瑪莎，這個好來。它已經差不多了呢，我也。差唔多啊。唔係應該試款啊，香菇啊、蔥啊、辣椒麼？還要包廂，還要包廂。來，繼續開始。今日肉整好嘅，都冇得動嘅，而家佢清到呢。好，有人就成到一為傾向咧，全部成落去傾向啊。哎，有啊。哦，成到去傾向哈。一油咩唔是強到呢一片油油嘅哈。啊，因為係辣椒落去呢。唔係，別會香咗。開火嗎？別會香咗。清太火嘅。清太火嚟啊！係等我冇時間我唔講到，係有時我唔講下。一傾向傾好以後，一頭尾要攪油來，倒一些些唔是強到一兩片油下。啊，等下水過一些些糖，一些些就不然有味嚟。到佢夾面做得以後，水冇聽到，一些些就好。呀，太火呀，倒落去攪兩倒就可以放起來。手指啊！好，可以先幫我們調味嗎？先調味嗎？好來，時間還沒到。你還是要試過這油前後傳來就等。 5、4、3、2、1，試見到。哎，牛奶阿姐嘅手有冇痛痛啊？啊，因為試見到啊。OK。好，依來啊，好。好。等下用倒落去哈。一拍唔是卡電咧，啊，做啲手起來咧。香菇炒尾香來嘿。莫一下又跳到按 C 香菇的頭芒這個當掉。哦，安樣就夠半意咧哦。好，謝謝。我們就等下都做。好，先摸一，先摸。
哎呦，已經好了。你那片金土冻架好哦。好呀！差唔多嘞，差唔多嘞，做得是那嘞， Andy 小姐姐，你下多買個金土咧？就燜，我哦落去添過一下吼，味道落去，好食。哦，誒，啊，個地背肚很有水水呢。做得嘞。哦，哎，我會做得咯。哦，看起來很讚呢。嘿，因為吉家有先煎過，很厲害。蔬菜啊，好不一樣。較香啦。而且你們切的菜的形狀好漂亮。錯啊。小球姐，你係開傳糖的嗎？是啊，係啊，難怪，你係做哪方面的料理？我異國料理下多，哇，異國料理。誒，我看到做你師傅唔會驚，唔係當好食咯，你也當好食哦，你也唔會廚手哦，所以人家串燙地背肚吼，收滷菜係嘛個？招牌菜啊。等一行就是一道。哎呦，哦，好，那我們先倒數哦。好好，來，先從馬松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鐵管底肚，哪一副卡米西較讚的哦。好，第一關底肚呢，用Andy客家人最熟悉的豆腐魚來老木腔嘅食材做變化。先來試試看啊，風吹都好就會出到雞肉，試試看啊哦。米頭條到肚肚哈，而且用豆腐魚弄下哈，最強係嘛個？因為客家人非常喜歡吃豆腐魚，一下落挺多，用下，按用肚肚哈，用兩斤之後用辦 OK， 這個滿意嗎？廚師會搞，滿意，滿意哈，好吃哈。好食。因為搞進吃了咧，成功，有成功啊。有廚師加持過，還好食。嗯，我看學到吼，有一點點辣椒跟梅頭，因為它點綴了那個豆腐魚的罕土啊，應該取到凍好選吼。100啊姐，你取到幾多做有好選嗎？好食，會做啊，燒魚凍好。假使你手到係介樣做，我咪強用啦，會先落去豆腐魚落去按摩一下吼，讓來炒，咁會有凍好食。好，你係問一下小 Q 阿姐，你取到幾多個作用辦？當好食，唔過我還冇愛食甜的東西吼，我愛食嘢甜甜啦。到底鵝屁股做得做動用辦哦，你給你試看。那你有沒有切阿姐姐哦？這很，我又喜歡吃大顆的。香太雜，梅頭唔會就落去啊。我發現啊，給他倒閉調豆腐裡米頭，又比我們再辣一些些。它辣最米一些嘞，沒懂好食。而且我覺得這種做法可能是微料本嘅有冇？我位師傅可能會有嘅米頭啊，攞去甜甜的。有點緊湊用版，好吃，好食，好食咯。平常時你會是我位師傅嗎？唔會，唔會。啊，有時唔會養麼？還好，唔會啦。做得啦。米頭有降鹽米嗎？冇食到豆腐魚嘅米頭。哦，係冇？等下做夾架一箍半噃。好。要夾自己知道咧。之前係董少食，就用淡啲嘅。哦，嗰做的高卡重一些面。重啲嚟哦，我們這邊吃比較重口味。係啊，究竟個口感冇嘛強到。好，你們看一下藍水鴨仔這邊分享一下自家做嘅口感。因為我係個屁股哈，個本身就個油脂哈，非常係香啦，所以我需要講加其他的味道，我覺得按咬還是個油脂的味道，本身的味道，我起了凍好。哇！會有鵝本身的原味這樣。哇！100阿姐已經講到凍吼，啊糖嘢先至是會感覺凍溫柔哦吼。好，再過來問一下小 Q 阿姐，你取到自家做鵝屁股係豆腐魚嘅作用辦？該食落去哦，一咬啊，係就吱一聲，啊就甜味道會釋出來。該甜味道唔係該嘅豆腐魚嘅甜係鵝肉自家嘅甜，鵝肉本身就當甜。不過國家想法冇強龍，到底4副營養版評分呢，記得看哦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位，先請你嘅生知識傅搶分數。好，藍水1分。好，第一下份海兩幫搶分數。水1分。
真知师傅抢公平。用推该调妹都调到东好，然后一开始呢就是吸到该香菇哦，吸到哦东香，因为就该天妇是该香妹啦，还有该肉质该梅头，啊，要分俩该南推两片呢，迄伊该师傅啦。 迄较难去烹调嘅一家嘅食物，啊，不过伊做到当好，因为就辣土啊，帮伊个底度嘅梅头就压过去，啊，用个师傅嘅梅头就不会吓重。啊，凤腿两片嘛做到当好，俺个建议迄鸡皮做得帮伊剪到擦，那个香梅个鸡就才会出来，哎哟。哦，都当好食咯，哦，新梦。好，你下问海良峰。两片米都做得当好，所以当然平分啦哦。 啊，我现在凤腿因为羊肉冻嫩啦，个米丝调得当拄好。啊，南脆那片呢，因为伊先多的食材唔係本身就係也題目上的也食材，所以有較難處理冇唔錯。但是我做有一些大餸就係，你既然落去煎呢，你就應該要比煎到凍擦，像人家嘅鹽酥雞一樣嘅。 你嚟炸到安尼早的時間，人家豆腐魚嘅炒好，落去一嚼嘅米絲一嚼落去，就會睇豆腐魚嘅米絲就出來嘅。啊，天伊個洗起來較唔會按牛脂怪啦，較香啦，有一些建議啊，謝謝。好。嗰個豆腐魚呢，我來變化做各種料理，其實都當講面。就像等下師傅來表現呢，係用香鹽瓜。 真係也嘅強菜一種瓜果嘅一種，我用嚟做呢，馬上就交俾你嘅志良師傅咯。好，也嘅香鹽瓜，太自家己要用嚟做料理冇有呢？我先來考考參賽者。你都有用過也嘅香鹽瓜嚟變化做料理冇？有啦。有哦。都會處理。我冇用豆腐魚啦。哎，要刨皮冇？會。要刨皮哦？是嗎？有人泡，有人冇泡。我要強調哦，係香乾瓜，唔係八類咯。好，確定好了。好，師傅該要用做呢？我今日老爺香乾瓜，老爺較簡嘅豆腐魚哈，做出攪出兩團故事啊！哎呦，做兩樣菜啦啊！香乾瓜切開來，我老家嘅心糜哦，因為要煮落去叫佢特色咯，較綿啦，哦，會軟啦，係啊，當簡單啦。 一樣拿來用手嘅，就切滾刀哈。哦。可是不是要做豆腐魚嗎？嘿，做2次哈。哦。用攏有標香鹽瓜、老鴨、豆腐魚。哦。啊，切滾刀該好處係乜嘅？一燒落去，佢唔會一下就軟嘅。哦。一般大家來講吼，香乾瓜做嘛料理下多啊？我特別用青草。 青草哦，青椒炒哦。然後從個冰落去煎香哈，當好食。嗰個香鹽瓜冰落去用油去炒一下。香鹽瓜類嘅東西用油去炒過，所以就唔會綿較鹹啦。哦。當然炒菜瓜咩啊？係先用油炒一下哈。嗰個香菇再冰落去，向下煸香哈。然後香菇切咧，哦，冰落去，還有去一些梗啦，因為它。 這個光色就較硬啦，對，它沒有梗啦。然後就冰落去等於要煸一下，啊，然後我就處理冷盤。杭州在做冷盤哦。哦，所以日頭係燒嘅。用冷嘅，用水嘅。水分凍啦，要凍嘅。太好食，還有好多一香菜的。對，還你拍出來有做。第一就上來就扣誒，一直食到更好食。你偏愛煮扣誒，煮3代3年嘢，大串都煮不幾食。哎呀，我就處理冷盤。杭州在做冷盤哦。哦，所以日頭係燒嘅。用冷嘅，用水嘅。喺入邊切葱絲哈，等下當個擺盤用嘅哈，切得這位切絲哈，等下要用啊做涼拌呀。啊，冷盤會用辣椒哦。誒，冷盤有些辣辣的，我較好食。啊，還沒。哦。那香蘭瓜吼，去炒下久嘅以後，它會不會軟掉啊？有咗變軟啦，因為佢係我有兩種口感，一隻係軟，一隻就係切。哦。然後有香蘭瓜切薄片。 切絲哈，哦，那就切絲啲呢，就打涼拌啊那啲呢。像你
炒的时节咯，唔是加带有水帮伊翕一下哦。也等下，他等于炒辣的，怎个这种诶？可那边炒都懂姜哎，有点焦黄。差不多了。那边等做好诶哈。好，这边也要看一下哦。要用一些盐落去。那边有走浪攀呐。走一下。睇下可能哦，假设睇下冰蛋，人都冇裝嘅哈。睇下可能睇下手度向咱過來時節，某上度做咧做兩頭。一下呢，人家邊人就來真嘅來關心一下啦哈。頭油一些就冇聽到哈。哦，香梅就出來咧。超香嘅哈，客家胡椒啊，不用寫哈。客家胡椒。客家胡椒不用寫。頭油不用嘅嘛哈。嗯。一下要不用香菇水。哦。加香菇水冇打掃，還可以不用寫。但是呢，我冇建議全部倒下去，因為帶下會有一些雜質，還是多一些添咧，咁佢有香味就好嘅哈。那就等佢煮。我改嗎？哦。豆腐魚最杯麵。對，豆腐魚當冰，啊豆腐魚冇落去炒，如果落去炒，啊驚佢會腐。啊，我後尾我調味，就係用豆腐魚調味，所以我冇再講冰洋也冰泡，也等下。然後放起來時咧，當吃一下米絲，有辣鹹又辣甜，我當嚟給甜哈。好，也就等佢先。這個怎麼感覺很好吃？係啊。咁多以後啫。一家下可以冇加湯哦。網油冰，但唔老甜個係當嚟冰，也處理下冷盤，加因為較高嘅嘛哈，較加一下。其實香港當路上嘅當叫做是，因為佢可以是長，其實佢可以是長嘅。對。啊，那是我的水，那是你的水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是我的冰水。哎，你的水太后面。对呀，你吓到我。请你不要抢走竹东的水。我不会抢竹东的水，要重新都得浸一下。你就把看到用音，对，看到水，但是我想说你怎么认出来的？怎么认出是竹东的水？正常用看的是不地哈？那这样来试试。大家就唔好跳下。好。你确定这是你的水吗？这不是，这是有本窟的。你要确定哦。确定。我们绣球姐是会跟你拼命的哦。他是认得出来他的水长什么样。因为山泉水哈，当强又当甜。嘿。然后呢，就做简单的调味哈，调味。加有大山的哈。大山。打散了，都给它捅。鸦片就要冰一些糖鸦片。哦，好，这边也蛮冰，唔免买冰哈。胡椒，哎呦，这边收汁收好快哦。冰一些胡椒呀，一些香油哈。我係用做沙拉嗬，我唔係用香油，我係油干嘅牛油果。牛油果，牛油果，营养价值很高。养啊就拿去做청嘅雀巢樣嘅哈，一片咩好嘅哈。哇，係香哦，當香哦。好，要收汁熟好嘅哈，熟比較早就會較多好啦。你自然是玩用牛哦。嘿。會有人把瓜那個。要唔是甜粉嘅，他講嘅其實當是甜粉嘅。可以用簽嘅啊，凍結孔嘅不開溫音咪麼？唔是，要已經凍音咪嘅。你今天做菜是比較緊張？不會啊，有美女在旁邊都會緊張啊，那麼多美女在。有5個。對啊。哦，你看師傅喺落喺香菇變過來，同時再來強強嘅變上去。好。給面嘅豆腐魚香鹽瓜。按鈕最後 C 咯。香鹽瓜是老丁一嘅豆腐魚，用下來變化料理。子龍哥話叫咩要清撒皮，還撈起一瓜2吃哦。開起來吃看呢。凍切。不是，我覺得這個調味很棒哎。好厲害哦，好爽口哦。
那其实白石头用豆腐鱼做的浪盘呢，也可以去冻好血哦。那我们接下来吃也可以用豆腐以为主的哈。很好好血的。那我也是因为给切了下太的，这还有点爆汁的感觉。有点进葱油版。水分冻啦，又冻凉，这太好吃，我有学过一种菜的。对，汉尼派突然有做，他百姓还是酱做了2红酱的。对，好啊，本山老豆给煮到一个次食材，结果没想到做的那么好。那你有搞进吃的嘞？三毛，我700岁的，三。问一下110阿姐，你吃到师傅做同样版的。刚好是杜甫卡为了红烧啊，就是跟控油也是有啊，我为了控油控下。哦，不呀。嘿，但是哈，我强落，他基本按炒也是冇不有落，不有按有啲人有韧性哦，我炒东好吃，口味很好。我上下为实在哈，不是肉，我做伊会做，当好食。做1盒。当好食，1盒。韩国吼，你看向咱挂吼，卖转落的时节咯，因为冻太渣啊，假使做唔听、学唔听，就得做2套菜，就可以做2盘。系哦，冇上到哦。冇上到。因为刚才讲到芥菜啊，我问一下阿菊师傅，你知道师傅2套菜做用版？最近迄冻好食，我就是到个切个凉拌个口感，冻冲个。含水鸡那种感觉，冻好食，还有个用卤鸡啦，有那个香菇跟香味，哇，吃到真劲的好食。开始很佩服他了哦。所以跳前一毕业，马上就有金行最分米馆挑战。做下国家料，庆阳日出料理，大家都会注目庆阳嘅料理方式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度，发挥自家嘅好手艺，完成具天嘅菜色。到底两嘴会调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日家自主等于穷下国家料咯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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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家自主蛇河通上口咯。好，今日就为了大家好分享一个锣鼓音乐哈，就是口开方法，大家有是听过吗？哎，就睇下了不穷手机哈。有一句话呢，按到热天落雪，真劲系雕出的开方法，意思是什么吗？我跟大家讲就知道，像有一天我如果跟制作人说，国谦要请大家喝星巴克，大家就说，雕出的开方法，有道理，对，相反的道理。喂，因为俺学下购给吧，可能有是盖卵购啊，星巴克马盖。4年来没吃过。也是啦。哦，所以今日改下就讲到今日的主题食材就谈到吗？你们那个主题呢就会很多雕出的，我唔错。茄子。雕出嘅先呛味下风吹带来一个料理，我都嘛个名嘅咧。3杯雕出嘅香，3杯茄香哦。那雕出料理有乜个故事呀？乜个冇咧？我孙的挺爱吃啦。哦，真嘅哦。系啦。孙的叫咩有啦？买一家没冻好吃，他你肥不了。真的，有什么灵魂的食材在里面吗？猪油，猪油，猪油别真好吃。哦。3层肉。来，看到你动态料猪肉都嘅。系哦，好，真材实料哈。嘿。真的好吃嘞。好吃，规家人好吃。好，刚才杨伟发有不卡给做方案的哈。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一句挺就信心嘛，你看他手套都戴好了。真的耶，真的怎么戴得出来？哦，都看一下咱出的一片哦。今日讲到口哦，我做个福卡美食，料理的菜名按到。意式 Q A， 异国料理啦！真的是异国。系啊，不过意大利的料理，因为让亚福卡的故事有相关呢。当然啦，我老公係外國人店啊，真的假的？提供個位啊，哪一個國家的？美國人啊，美國人哦，你當條講英文哦。讓你分享一下好了，所以老公自己很喜歡吃這個茄子料理，係嗎？佢係對，當然是，佢有一故事。佢把佢來台灣的世界唔食佢嘅，佢把我帶佢去山上健行，都是要冇東西食，佢就上來就佢嘅，佢就食到不好食，佢很愛煮佢嘅，煮3年嘢，串都煮不幾食。所以兩套料理啊，算係愛的結晶呐。好，兩水每一罐的哦，有信心嗎？有。
加油加油！两组都已经准备好势，现场马上倒数3、2、1，这样开始。昨天开始走喽。这个哈，我老给边中国贵色料理有挑战，因为我们这一个客式的一个意式的大对决。你们是客家人，应该要选客家菜吧？对，没有。哦，这样款的哈。这个不要太多，等一下会。哇，这个猪肉好强哦！天哦！哦哟！哎，大猪小猪落玉盘。天哦！哎，这是牛肝的啊。对呀。妈妈，你不要做了，我也做。看他帮他养猪头啦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个猪肉好强哦！天哦！好喜欢哦。母猪子嘞。秀莲姐，你做嘛要本做3本啊？那这不一样的料啊。那你给我们介绍该上加痛些。一只蚝油膏，一只麻油，一只蚝油。你猜，你猜，因为你猜错要喝哦。啊，猜错要喝。那他们就变2杯鸡了呢。没关系的。哦，该冻瓮啊，题目啊，好清澈，可能还蒜子。麻油。你确定？我团去麻油。天在买，天在油膏。这油膏这个该可以去听呢。那这个呢？我们中间有分歧。干饮不会系蒜豉，金饮不会系麻油。好，你们去试吃。豆仔起건啊。来，请这边给他系调T P 啊。答案揭晓。哎。蒜豉。他答对。没蒜豉啊。对。这个没有蒜豉啊。没有。好啦，麻油啦，麻油。我天，干了。因为刚才提这罐的时间是偏熟，你这一罐又嘛个那种秘密的拿手绝招。没有。啊。刁春要嫌欠吗？这个我可以帮忙你顾呢。可以的。因为我最喜欢顾这个了。不要被插过来。老实讲哦，你要马上去个带来豆啊。哪有？哎呦，其实切茄子的方式也会影响到口感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会用嘛，缝隙来切。十字切。刚才问到 Q2 哦，其实我盘子给我。大白看到 Q2 须的最亮眼的扁身，它的那个颜色要顾到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开火。来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锅都转了。这边我们稳稳的做。好，加油哦。好，谢谢。哦哟！哎，大猪小猪落玉盘。天哦！哎，这是肉膻的啊。对呀。可是我看咩日本的肉膻呢？该有意大利酱都底杯都红啊。意大利酱系嘛该？香料粉。都厉害哦！爱用最好的油，牛油果油。哇！我觉得大姐真的是为爱做料理。对啊。那时候会做这些有变化料，是因为都是为了要煮给家人吃吗？老公啊。系啊，记哦，我你下做的哈，系万用酱，做起来变好哈，都不看变短些时间哈。你煮做一单，那是意大利面啦，做干那个。猪排啦哈，差不多就做一单。两边炒的是这个培根的香梅哦，我完全第一顺位的。只跟梅头的多。这什么？这个要好好介绍了。番茄糊啊，番茄酱，番茄糊，好赞哦！哇，这个用盐那么大盆，只要做这几颗就好的吗？啊？冇，那是张妈妈哈，全部都下去了。你看款机哦。没有看起冰嘛个，唔单讲tomato酱，它就刚才讲意大利香料，有出来吗？味道有出来吗？有哈。哇！你俩番茄糊没 tomato 酱，这个应该是个么？你没番茄糊哦，你系tomato sauce。我们艺玲姐顾这个肉丸顾的，你知道她有多认真吗？水不爱好吗？跟水不爱。来，但成败就在这里呢。对啊，要不要怕它焦多做几颗？来哦，什么你讲听来去听哦。我可以 OK。我来动好奇讲吼，你让你老公啊，因玫瑰英永远认识啦。我讲真实的啊。系啊。头摆我到这个有快干的餐酒馆嘛，吼，我身上系飞航空母舰的战斗机耶。美军啊。他是美军，每行记住，家朋友落去讲吼。我到台湾行哦，要熟悉一什么？因当酱哦，来我看见冇技术讲好，技术来技术，看8张年。爱上你了，好浪漫哦。技术让爱讲法。那你们小孩一定很漂亮很帅哦。我来呀，32岁啊。
冻酱。 32岁，跟我蛮搭的，而且是单身，没错。然后又是混血儿，又是混血儿。我找到了，开餐酒馆，我可以耶，我可以，要比王力宏汉啊帅哥。哦，他第一次站我蓝队来宾这么近呢。妈妈，你不要做了，不要做，跟他不一样子好难。拉票。哎，我们先宣布当选，妈妈，等一下不管有没有赢，我3000块都给你。我可以耶，不需要回去了吧？妈妈，我等下再回来哦。好了，哎，看一下你那片的净土豆那一片好没有？好吗？先下去就加这就 OK 了。那你那片跟地北读昨天打扣了不谈要看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那我们来揭晓一下哦。开奖。哎呦，不会走来喽。哎，叫我煮狗机会不会出水吗？不会啊，我转不用水煮的转不。哦，继续了，给 Kim 起来。哎，这是天然的，它没有油炸嘛。那水起来扣干都我看冇同样。好，那片差不多诶。好。哦，啊要回娘家了。回娘家。没。哦，不是，没回娘家，回婆家。对。哦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我要把我帮他啦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好嘞，你把 Kitty 先关掉这个。而且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，你看记得 Q 什么扁，冻酱。为什么？因为用油炸，这边用水煮诶。前面还有3个步骤。来第一步，一定要放盐巴水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放什么？马盖醋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先倒数哦。好，来。烟草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米馆，优雅嘅吊吹边吹料理来煮卡餐的。吊吹其實係你客家人啊，當家拿來做嘅料理。風吹啊，特別呢係傳統客家味，藍吹係做意大利式嘅，今日吃看那風吹嘅料理。好，我們的豬肉標得很漂亮呢。必須兩頭吹哦，豬肉哦要標到哦是新工業版的凍好些咯。嘟嘟後呢，吊吹已經入到3杯的醬汁裡面，故手呢煲到凍了，很好吃，是不能軟嫩呢。有點勁，這樣版做得高管呐，做得高管弟弟哦。天哪！哇，好深嘞，3層又有還沒有很到那個，還可以更好，還可以更好。太謙虛了，沒有。懂後水，有幾勁吃的嘞？料肉應該是輕度吼。對，食餐飲懂後是吊吹耶。哎，好，咱出嚟一片吼，對風水評價係用辦的。剛好是要去加解叫7000餐吼，唔該梅頭吼，漢河好，當為主，當為主有媽媽的味道。哎，不過我帶大家強下來做背當記咯，一起來到意式意大利的世界。這個葉子是什麼呢？該這個種誒甜羅勒，甜的9層塔啊。太好誒，好真係吼。今天做的越好，食得越好誒。特別這個是加了意式香料下去哈，有時候講真嘅，那個米頭呢就都冇用用。各位，重點來了，因為亞洲料理係吊吹，它的吊吹耶，食又醬又個 Q，有點勁，吃起來樣版。冇用用嘅 Q 米啦，好吃。有幾多知道嘞？凍開胃哦，也是了是加半飯度。酸甜嘛呢吼，好食，好食。今天就好選誒，大概茄子、七旬都拿外加青絲，什麼意思？一定啊，這你來講看。剛好是。你要把它形容係，就是那種空心的，對，幾下容易啊，都比賽當中嘅熱梅。什麼意啦？好，你下就要看一下師傅都帶應用版評分咯。煙草馬上競走嘅時節，就到誒，先搶生之師傅搶半分數。好，咱吹一分。等下看一下海龍幫搶不服輸 ，Q 到你吹，讓嘞！甚至師傅，你看着姐姐講話，緊係排泄，來，排泄哦。我閃開，跟你講。兩組該用該吊出來做，一片係用炸嘅，一片係用水煮嘅，兩片嘅口感，其實都差唔多，唔過食物冇共用。兩片嘅該吊出來注意到，乜凍好，每刀乜凍香，唔過該辣椒嘅又不用卡燙到咧，適當嘅該辣
就要冲辣深度嘅山皮嘅香味出来，较大众嘅地方会按用。南推那片呢，动就嘅意式嘅味道，有番茄啦，还有动到嘅蔬菜嘅香味出来，还有嘅用丸啊，动好些吊吹嘛，所以都动好，感谢。哦，两下问一下海两方的共天。两片面是用做来动好哈，喺片面放用喺做吹面，而家吹面係三杯，不管你做三杯。叫出来也係三杯嘛，佢用同樣一般來講三杯就要較早一些咧。鴉片嘅意思佢就確實佢就有做出來，亦個醬咧該色嘅色，該早嘅早有做出來。好，所以我評分方向係安尼，所以我選擇南吹，謝謝。好了，故說呢，也個煮出來時間哦，他不給煮，那吹面沒懂重要。不過我還是覺得有練氣，也到尾嘅，佢暫時有變到動後生啦哈，而且佢已經先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嘛哈。好啦，唔怕，馬上出來頒獎咯！耶！好，經過今日比賽過後呢，兩組勝經都10分的戰鬥，藍吹得到3分，紅吹得到1分，先來恭喜藍吹咯！來，藍吹了擺係大票面，恭喜3000票加財金！恭喜！你紅吹咩咁厲害哦？要擺得到1分，唔過呢得到嘅係櫻花粉陶瓷不粘鍋具足於2分哦！來，快點下，快點用嚟通下！謝謝，你得到2千吧？2千，謝謝。哦，韓國今日韓國恭喜一件事情，就係恭喜民主加出去咧！要我訪問婆婆嗎？那我直接換隊好了。好啊，因為今天哦，小 Q 啊，這個動飯題啊，都在參加節目哈。他說要特別感謝一個人哈。我要感謝是問啊姓 Q 啦哈。我人灌风啊，会煮狗火气，会说除非真的哦，唔会，他一般像妈妈豆豆自高喽，还有样的啦，是莫妮啦，是莫妮啦，这只有谢谢我而已吗？还有啦，是莫那队长啦，哦，佢嘛伫当田书呢，叫我那个，真的，杨总唔得咯。哎呀，火管哦，那個平時咪提出到凍豆啊，凍豆啊，什麼意啊？什麼意？日本大家學到凍豆異國料理啊，哦，最尾今天冇想我對你老公，對啊，佢就冇轉啦，Sweetie honey come home early， 哦，呢個 OK 啦，嗬 ，Sweetie daddy come home earlier。大家都要問一下嗬，越站越前面的109姐。好，係啊，啱哦，差唔多為70歲咧嚇，第一擺來安錄影哦，我想歡喜，因為人生的第一次。本帥哥啦，就希望該大家人按熟聲嚇，我愛到按過來分數。哦，看出來呢，表現都當好哦。謝謝。好，恭喜。好，我們看到風吹雨兩位姐姐呢，佢用上面懂挑，你看這個櫻花粉多適合他們呐！有蓮姐，你聽一擺來參加咯，心情樣辦？幾個感想我聽下講一下。哦，心情當好，因為來到今日吼，受教無窮，當到學到主席咧，又學到意式料理，又學到香煙瓜哦。好厲害，真的這樣，真的。哎，下次要多來參加這種活動。好，我接上來啊。好的，動作。哎，又有獎金，又有獎品，好難。哎，錯。哎呀，董主任咧，兩姊妹都來上鏡頭。真的。真難得嘅機會呢啊！對。大家有機會，兩兄弟、兩姊妹為家人吐出來，上鏡頭留下美好的回憶。我們一家之主最棒的代言人啦，嗬！我就來用一下，要叫自己講嘅話咯。佢講啊，嗬，歡迎睇自己不過兄弟啊、姊妹啊，或者係講老爸爸媽媽嗬，親戚朋友共下來，因為最主要嘅呢，就係要留下青春有沒有辦法取代，錢買不到美好的回憶哦。係啊，各位觀眾朋友嗬，當當英雄嘅上節目係為到愛千心橋，咁我哋一下嗬，你一目標冇嚟哦。假設係為到精彩，但係歡迎大家報名參加。冇錯，好朋友睇之間呢，接下來啲嘅節目交朋友啦，分享飲福卡嘅好美食，一家之主，Andy 和你拜再見，拜拜。哦，站起來。